多谢孟俊，未少庙宇的文物拢是有几百年历史，想袂到嘛变成查拉堡呢？以下这个目标，这朋友为用讲的这个蒙亮度，这个漂洋过海到倒位到高雄，好信众发现就咧通知这个庙方才被公开。初步估计已经被调包偌久呢？有3年啊！是讲这个深度这大了，到底是安怎互调包的？警方呢约谈文物的修理师，问讲是安怎安尼？伊讲伊敢若帮助修理尔，唔知伊来源。目前警方已经查到正版的深度，不排除是集团的犯罪。你身体健康上介好。民众虔诚拜拜，这间宫庙的香火真旺，说是毋到有人上空上芳，调包内底物件，阿只就伫咧平湖美容宫内底蒙亮道有100多年的历史，不过最近煞互惹了，这是假报火。上离经的是庙的所拢毋知影家己的姓就互调包，而且佮已经调包超过3年啊。阮当作是村民内底有人来寄付，因为庙林常常有人来寄付物件嘛，阮就误以为村民来寄付讲即个神桌安尼啦，因为无人知影嘛。下抾发现庙内底藏的是假，就是一个姓颜的文物修复师，伫咧网络顶欢喜铺修理正式的蒙亮道相片，抾内行的网友发现，本来藏伫咧平湖的新明道，安那会流去别位咧？甲庙的较近，才发现新明道互调包的代志，嘛赶紧报警。派员前往高雄市前金区查证神桌的流向，那目前已经锁定相关的嫌疑人。不过，真足较前，两地新明道警察真多，正港的蒙亮道色水较深，中的回流嘛靠年代，雕刻嘛真有路。四周围边啊，一个有日头、花蕊、金斗云装下，一个刚有金斗云尔，甚至边仔字的字体嘛完全无共款。警察嘛先查扣正版的蒙亮道，嘛继续追查嫌疑人。不过要调包这个大地新明道，一个人是无在调做的，警察就伫咧有可能是集团犯案，嘛提起。拢爱加嘴。我是李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